大家好，我係卡加里大咪。加拿大2025年呢最新嘅移民項目已經正式開放申請啦，而呢一個嘅移民項目呢係大家一直期待已久嘅，因為只要申請成功，落地就立即係拎到永久居民 PR 身份啦。而且 IRCC 咧喺呢一次嘅申請流程入邊大幅降低咗門檻，佢哋採取先到先得，名額有限，所以競爭非常之激烈。而到底個競爭係有幾激烈呢？今集 PS News 就同大家報道下呢一個最新嘅政策。Hello， 大家好，我係卡加里大咪，歡迎大家收聽收睇 PS News。喺影片開始之前，請大家幫忙，先讚好、分享、訂閱我哋嘅頻道，開埋通知啷啷，一有新片或者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你哋每一份嘅支持力量都可以令到我哋嘅 channel 做得更加好，多謝大家。喺上年2024年嘅時候 ，Mike Miller 已經喺2024年6月3號宣布過，呢一個強化嘅計劃將會取代之前護理人員嘅途徑。即係佢係用嚟替代已經停止嘅托兒服務提供者試點計劃 Home Child Care Provider Pilot 同埋家庭支持人員試點計劃 Home Support Worker Pilot。當時呢兩項嘅計劃咧已經喺2024年6月17號已經停止咗申請啦，取而代之呢一個新嘅計劃就叫做家庭護理人員移民試點計劃 Home Care Worker Immigration Pilot。呢一個嘅項目咧係2025年大家一直等咗好耐嘅計劃，而且一直以嚟大家都非常之緊張啊，因為呢個計劃咧係通往 PR 永久居民身份好明確嘅一個途徑嚟㗎。護理人員呢可以抵達咗加拿大之後，立即拎到永久居民身份，消除咗之前試點項目一啲唔確定性或者係延誤。而且參加呢個項目嘅人呢，可以為一啲半獨立人士啊，或者係傷病康復者提供臨時或者係兼職護理嘅機構工作，靈活性係加大咗好多。唔單止係咁啊 ，IRCC 仲簡化咗資格嘅標準，申請人只係需要滿足到以下呢啲要求，就可以有資格申請噶啦。加拿大語言基準 CLB 最低達到4級。相當於 IELTS 咧，寫作口語4級，聽力4.5級，閱讀3.5級。持有經教育證書 ECA 證明嘅，相當於加拿大高中嘅文憑學歷，擁有近期相關工作經驗，同埋喺加拿大家庭或者係加拿大護理行業獲得一份全職工作。申請人只係需要6個月相關工作經驗，或者係完成咗6個月嘅培訓。符合呢幾點就可以申請啦。而呢一次嘅試點項目喺2025年呢，佢哋嘅申請名額係有限嘅，只係俾2750個名額係喺兒童護理人員，同埋2750個名額係喺老年或者係家庭護理人員嗰度，數量係有減少少少。而且呢一次嘅標準呢，並唔係話抽籤呢就可以得到呢一啲嘅名額呢，係先到先得噶，所以呢一個嘅競爭係非常之激烈。當喺3月31號上午10點嘅時候，加拿大移民部 IRCC 佢哋正式開放護理移民試點項目 Home Care Worker Immigration Pilot 嘅申請，而因為先到先得呢一個原則呢，名額一開直爆。非常之搶手，有唔少人呢就話自己使咗幾千蚊嚟搶呢個名額噶。因為當中有唔少人好怕自己技不如人啊，因為呢件事唔係你話你可以漏夜排隊或者係跑得快就得啦。佢哋用嘅方法係 online 申請，最需要嘅係電腦技術同埋眼明手快啊，所以佢哋就使錢揾移民顧問嘅人幫佢哋喺流程上邊佔一啲優勢。而有啲人呢，亦都分享話喺3月31號之前呢，已經請定假，為嘅就係準備好所有嘅文件，然之後喺3月31號 IRCC 一開閘，佢就衝出去拎名額啦。
而且呢，有啲人仲話，如果佢申請失敗嘅話，會覺得辜負咗自己嘅家庭。大家嘅焦急呢，我都非常之明白嘅，因為加拿大嘅移民門檻呢係變高咗好多啊，就好似最近嘅快速通道系統 EE 呢，佢就最近將 LMIA 嘅分數清零，然之後進行咗一個大洗牌，同埋另一方面，聯邦政府亦都繼續調整緊整體嘅移民政策。喺2025年，聯邦政府早已經講過啦，計劃將永久居民接收嘅人數從原定嘅50萬人削減到去39.5萬人，移民政策會變得更加難預測，所以有好多人呢，為咗留低喺加拿大，佢哋就會揾一啲合法嘅途徑留低落嚟啦。喺呢一度呢，大咪亦都同大家再一次分享翻今年推出嘅另外2條移民途徑。第一個就係農村社區移民試點項目 Rural Community Immigration Pilot， 簡稱 RCIP。呢一個嘅項目主要就係想吸引一啲技術工人定居喺一啲比較農村嘅地方啊，解決農村地區嘅勞動力短缺問題，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呢一個嘅項目呢，已經喺2025年1月嘅時候推出咗啦。而第二個呢，已經係今年大咪經常講嘅一個項目嚟㗎，就係法語社區移民試點計劃 Francophone Community Immigration Pilot， 簡稱 FCIP。呢一個嘅移民項目主要呢係想增加法語移民喺加拿大各地法語少數族裔社區嘅定居數量。其實無論以上嘅項目啱唔啱你都好，最緊要移民之前諗清楚，做好所有嘅 research， 爭唔爭到呢啲名額呢？其實都係用一個平常心去對待啦，唔好俾自己咁大壓力啊！喺加拿大未來嘅日子入邊呢，雖然呢一刻個名額係爆滿咗啊，但係喺未來我好相信佢哋依然係會有機會再次開放俾大家嘅。因為始終加拿大都係有呢啲需求啊嘛，同埋大家要謹記，而家加拿大移民政策係不斷變緊嘅，有危就有機，話唔定未來會更加美好呢。唔知大家對呢一次嘅移民項目睇法係點樣呢？你又或者係你身邊嘅朋友有冇人申請咗呢個項目呢？留言話俾我聽。我係卡卡里大咪 Signing out。喜歡影片嘅話，歡迎大家讚好、訂閱、分享、開埋通知啷啷，我哋一有新片同埋新直播就會通知大家。多謝大家收聽收睇 PS News，我哋下次再見。